你有冇諗過，一個女人到底可以有幾堅強？經歷過背叛、失去，甚至俾現實擊垮，佢仲可以企返起身。有人話風雨會摧毀一個人，但其實風雨只會令佢睇清自己有幾咁強大。佢喊過、背過，甚至試過想放棄，但係每一次佢都選擇抹乾眼淚，繼續向前行。女人嘅力量唔係冇脆弱，而係就算跌倒無數次，依然可以企返起身，貼住笑容繼續行落去。你經歷過幾多風雨，都係會繼續向前行。我是明月，關注我，重生從覺醒開始。